大家好，繼續係無聊哥哥講故事，我係無聊哥哥。我係無畏妹妹。今日就要嚟講屁屁偵探幸運貓落到誰手上嘅讀本。首先係角色介紹，屁屁偵探係一個隨時隨地都好冷靜，中意熱騰騰嘅飲料同埋甜甜嘅點心，特別係地瓜派。興趣係享受午茶同埋閱讀，口頭禪係有可疑嘅氣味哦。布朗係屁屁偵探嘅助手，個性率真，但也經常因為嗨過頭而粗心大意。店長係咖啡店幸運貓嘅老闆，消息非常靈通，亦都相信會帶嚟好運嘅各種吉祥飾物。擅長廚藝，亦都可以做出無敵好食嘅地瓜批。本領係阿球。小玲店長個女係一個不拘細節、個性爽朗嘅人，好勝心強，興趣係搖滾樂同拳擊。幸運貓落到誰手上？某日下晝，工作告一段落嘅時候，屁屁偵探同埋布朗為咗享受下午茶，去咗幸運貓咖啡店。屁屁偵探，歡迎，你嚟得真係啱啱好。店長，你有咩事情要揾我啊？我啱啱就係想去拜託你同我一齊去參加拍賣會。拍賣就係將一啲冇標上價格嘅物品，俾一啲想要嘅人互相出價競爭嘅一種購物機制。我想要買嘅係呢3件一組嘅招財貓。店長翻開圖錄，呢啲叫做3連招財貓，原本就係一整組嘅。其實不久之前呢，我同我老婆小雪嘅結婚20週年紀念，就係我同我老婆小雪嘅結婚20週年紀念，所以無論點我都想將呢組招財貓買返嚟做禮物送俾佢，係愛情嘅信物啊！咁樣嚟講，我都冇見過小玲小姐嘅媽媽喎。布朗講咗之後，小玲就將啲相攞出嚟啦。因為我媽媽好忙㗎。噼里啪啦咁樣睇緊圖錄嘅屁屁偵探就開始講嘢啦。咁我就同你一齊去參加拍賣會啦。到咗舉辦拍賣會當日，哇！大家都打扮得好正式啊！小玲話：羅富比係一個歷史非常悠久嘅拍賣公司，所以會有規定嘅服裝穿着㗎。屁屁偵探一行人就去咗拍賣會場。15萬年幣17萬年幣，20萬年幣，25萬年幣。拍賣編號3號大頭巾嘅山羊要中意25萬年幣成交。拍賣會場內滿滿都係人，好熱鬧。想要參加競標嘅人，請先嚟到呢度，將錢換成萬年幣。店長拎住身上嘅錢就去換咗40萬年幣。屁屁偵探一行人喺等招財貓登場嘅時候，有位男士就出聲打招呼。呢個咪就係店長咯。店長，你今日打扮得好型啊！嗨，大家好。店長係為咗3連招財貓嚟㗎，喺招財貓收藏者之間亦都係罕見嘅入品嚟㗎喎。我都想要3件一齊買到手啊！我想要得標嘅係鐘，嗰個表情好酷好型啊！招財貓比原本預期受歡迎喎。大家轉向頭睇聲音嘅去聽聲音嘅來源，嗰度企咗一位非常身材健壯嘅男士。在下係一個古藝術商，叫鼠前藏。咩啊？原來你就係睇上目標嚟揾招財貓㗎？咁呢度大家都係競爭對手喎。最重嘅招財貓一定會喺我手上嘅。講完之後，鼠黨3口組就去咗拍賣會場啦。拍賣會仍然喺度繼續。
拍賣品編號12號，前往故鄉的指標，成交。提問之筆，成交。誓言之氣，成交。接下嚟就係招財貓小嘅競標開始啦。拍賣品編號15號，招財貓小。22萬連幣。爸爸，有魅力咁樣出擊啦！小玲見住係小玲望店長嘅時候，發現店長緊張到全身僵硬。氣勢完全會被會場氣氛壓過去㗎。皮皮偵探，俾佢一啲建議啦！店長首先嚟個深呼吸，諗翻你啱啱同黛玉牙美先生嘅對話，應該就能得標㗎啦。店長只要出幾多萬連幣就可以成功掌握呢個小招財貓呢？布朗話2嘅後面就係3，所以係3萬連幣。小玲話咚咚咚，直接咁用100萬連幣嚟搶標啦！店長話11萬連幣啱啩？咁到底邊個先係正確嘅選擇呢？到底店長能唔能夠投標到招財貓小呢個珍藏品呢？咁就要睇下集啦。再見。再見。